龙松频道呢，今天来到了卧龙岗的 Karma Tea House， 它是一个素食餐厅。我们很荣幸今天在这里见到了2位年轻人。我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这位是 Karma Tea House 的老板。大家好，这些架花多吉是今年开始学佛，然后是这个 Karma Tea House 的老板兼厨师。我们刚尝完他做的，非常好吃。然后妹妹，好，大家好，我叫袁健，就是圆满的圆，然后健康的健，然后呢是我的法名，然后呢学佛也才1年多一点点，对，这样。然后现在呢，以前是 Karma Tea House 的前台，然后现在的话，因为搬去悉尼了，就没有再继续工作了。哦，我其实对于像他们这么年轻的年轻人，对这个佛学感兴趣，而且一直在坚持学佛，并且在生活中也在实践，我就对这个挺好奇的。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有机缘巧合的，还是说家里面有这样子的氛围呢？是最开始的话是家里面是父亲有在学嘛，但是我自己的机缘呢，可能是妹妹开始的哦，因为我和我妹妹2个人呢，是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重度抑郁症，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很痛苦在家里面，然后呢是因缘巧合下是有机缘旁听了一次妹妹上课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很荣幸听的就是普贤心愿品，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升起了信心，然后就觉得普贤心愿品就是真的它的那个就力量很强大，让我觉得如果我坚持去学下去的话，我也可以像我妹妹一样克服掉那个抑郁症的问题所以是这个巧合开始学习的。就等于说是妹妹通过了这个学习拯救了她自己，然后呢你顺道，然后哥哥也走了出来。那能谈一谈吗？就是这么年轻就会是当时有受到了什么生活中的重大的坎坷吗？还是什么？就是抑郁症？首先就是是后面那个是最开始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是医生有讲，其实小的时候可能因为父母有些不和什么的，就有开始出现苗头。但是最主要的是那个18年的时候，家里面出了一些状况了过后，我当时从国内飞到悉尼了过后，下飞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找一个至少要干6天的工作，因为我要相当于要养家里面的一家人嘛。那个时候你几岁？20岁那个时候。才很年轻。对，然后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幸运的是，在那个边刚好就是下飞机了过后，就有一个老板愿意让我去直接上6天的班，就开在那边。但是后面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第一就是可能身体不是很好，然后下6天班了，再加上做这么久的事情了过后，感觉自己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慢慢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再加上后面和一起跟老板一起合作那个店了过后呢，那个相当于自己当了一个小老板在那个地方，然后压力又更大了过后，后面那个老板退出了过后，换了另外一个合伙人一起来做，慢慢就是整个在这个过程中，在后面加上那个就是相当于是 COVID-19， 就是那个加上那个过后就变得这个整个就支持不下去了过后，整个人就直接就倒了过后就把店给关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在家里面就休养了有1年的样子，对，那个情况下是很痛苦，然后其实那个时候也不瞒说，就那个时候其实经常晚上，特别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时候，经常会想，就是如果去死了，我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会很好。那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对，是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看心理医生的时候，是1周去2次，1次的时候是看医生，他给我化疗，
第二次的时候是医生会帮我做催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严重，就是光化疗好像医生说好像解决不了我的各种问题，所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他是他在厨房里面在给我们炒菜，我就觉得这年轻人特别有活力，包括大家现在看到他就是脸上他是有光的，眼睛里面是有光的，皮肤也特别好，我实在想不到就是在几年前你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就很难想象的。那个其实我经常都是给很多朋友们都讲，我说我如果和我半年前的自己对话的话，我告诉他说，第一我学佛了，我说第二现在我是这个样子，我半年前的自己绝对不相信我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那个就同样是在这个餐厅以前上班的时候，那个时候半年前的自己在这里上班，可能就是如果像今天这样子有这么多人一下来了这么多菜的话，我可能会掀锅就走的，我就不干了，我就会压力太大了，对，我就觉得压力太大，我不想干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其实特别是做素食过，我自己觉得就是特别是做饭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很开心的。专注的，对，我是很专注很开心的，就是特别就是大家特别是像很多来的客人，他可能不是吃素的，他只是就说看到这边好像生意不错啊，或者是我今天想吃素啊，现在然后就吃完我还跟你讲说我觉得您今天的素食味道非常的不错，就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的素食不一样，我其实觉得很开心。所以就是我们这边的理念就是他们不吃素的来吃素的锅，他能够来吃一顿，其实对他来讲就少了一次罪孽。就我是秉着这个的想法，想把素食做得更好吃，让更多的人来接受吃素食的。妹妹呢？妹妹说一说你的故事。我的故事承接他的话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对我们俩呢都是比较有严重的心理疾病。那最开始我自己在想的话呢，是因为小时候我们俩呢都是寄宿学校的，所以呢就是1周5天呢都是在学校里，只有周末2天会跟家里人在一起。那可能这一个情况是我们最早的那个根源。从几岁的时候开始？我是从2岁，他是从小学。那你们要独自面临很大的，对，就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独自是的，是的，这个很难。是的，然后再到后面呢，就是因为哥哥和妈妈他们先来了澳洲，是12年的时候来澳洲。那么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们家就属于分开了，然后呢就完全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学校，然后呢妈妈和哥哥在澳洲。然后爸爸呢又可能在别的地方就是上班，这样子就完全分开的，所以导致可能会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啊，或者说焦虑啊，或者说怎么样，因为你的情感支持太少没了，对，情感支持太少了。然后再到最后呢，就是说，当时就也是18年的时候，我们家出现了经济情况，然后就导致没有钱了，然后呢就需要说，哥哥我和妈妈。我们来这里，当时18年从国内回来的时候呢，兜里是1分钱都没有，然后我们需要去开始重新我们的生活，导致而且还是在异国他乡。对，是在异国他乡。然后当时他20岁，我16岁，对，所以是这样子，好小。对，然后就慢慢一步一步，然后大家呢就撑一撑，撑到后面大概是20年的时候，我高考完，然后。所有，就因为大家可能撑到了一种比较正常的一种阶段了，就是生活各方面都已经很平稳了，然后也不有一定的积蓄了，然后大家那口气松懈之后，我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状况，就是我先是出不了门，然后因为家里我是最先开始显现那个症状的人，因为大家其实或多或少都会心里很有。情况，但是我是先从表面上有一些展露出现，因为在那个之前，其实你们所有的都在想着我怎么在这 survive 下去。是的，我们要生存。但是稍微呢可以轻松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稍微放松了。对，放松之后那个压力就反扑回来，就会出来。对，然后呢就导致先出不了门，然后呢上不了学，所以我高考之后呢读了大学，读了1学期一个 term。然后我就休学了，
然后因为实在是读不下去了，压力很大。然后他当时的压力呢，其实不是说那个学业有多难，而是说我要与人交流的那种压力会很严重。所以呢，我就只能在家里待着。然后待着呢，其实，在那一段大概有2年的时间，我在家里是完全就是躺着的，就是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也试图寻找过很多方法，比如说从儒家我有看四书，然后呢看道教我有看《道德经》，但我始终不觉得有真正解决掉我的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家里第2次出现了危机。又是经济危机，还有第2次，有第2次。然后呢，我哥当时正好遇上就是疫情期间，然后我哥哥呢，他就刚好也就是他公司就是他的餐厅关闭的那个时候，那家里呢，其实当时就只有一个经济来源是不够的。然后我呢就是强迫自己出去再打工，然后去养这个家。然后呢，可能当时我其实已经开始了心理咨询，大概1年的时间，然后吃药大概有半年的时间了。然后，但当时呢，就是还是，我只能说心理咨询它有一定上可以缓解当时的压力，但是它无法根治我的困难，也无法完全解决我的问题。所以它的那种困难啊、压力啊、情绪啊。不管是焦虑还是抑郁的情绪会一直存在，然后呢，就导致说我上班也不快乐，我在家也不快乐，我在悉尼也不快乐，然后之后我们来卧龙岗也不快乐。我们家自己也有素餐厅，我在别人的餐厅里工作我不快乐，在自家的餐厅里工作也不快乐。所以就是其实心理咨询它可能比如说你1周1、2次，你可能在那里的时候。那1个小时或者50分钟是轻松的，对。但是你出来之后，你还是要面对你每天的生活，对，还是要面对实际的问题，还有你自己的情绪，对，实际家庭的生存问题和我自己的人生问题，对，都无法。对，因为说到底，看心理医生的时候，他只是更多的是说你到那个点了，他可以帮你发泄一下你心里的那个问题，但是。这个根的问题，他也没有办法给你解决，他只能跟你说，就是你来了过后，我跟你讲完了，你可以我在这边放肆的哭一哭，然后哭完过后，你可能觉得我这好像我轻松了，结果回去了过后，当面对那个镜像出现的那一刻，你感觉好像什么全部又回来了，对，是，对，就特别是我在那个时候跟他开始跟我那个老板开始合作干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以为只是好像是工作太忙了，我感觉自己很累。就累得好像每天起不来又起不来，但后面其实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是可能就是显现出来了我的性症状，但是我误以为是我自己很累，然后我还在责怪自己，我说为什么不够努力，为什么不能做就家里面那样的，我要做，我要停下来，我要做，但其实到后面就想，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自己心里面压根就不想干，就是强逼着自己，你必须要去把这个店干好，你要把家里面养起来，你必须要去这么做。你不做，我们一家人就没得吃，就强迫着自己去干这些事情。然后所以就那时候那几年，虽然就包括我现在的厨艺，这些都是老板教的，就我也很感谢他。但是其实我那个时候上班的时候并不快乐。就是很痛苦的这个事，因为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对的。是，其实这个让我想到现在就是年轻人，不论是国内国外，就是他们其实抑郁症的比率是非常高的。对，包括我们在国内就是而且年轻化，有很多年轻化是中小学生，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对，所以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就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国内，你们当时情况还不一样，因为你们确实是必须要养家，就是必须要就逼着你们自己要成长起来，要承担家里面的责任。但是，国内很多的孩子他们是不用操心这个的，他们就是比如说学习啊，或者工作，或者说现在整个经济这个环境，它经济的周期现在是在一个不像以前的是那么好的一个周期，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也出现了很多，就是我们在新闻上面也能看到，所以呢，
我们也在想，就是只是什么能够拯救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小朋友们，不光是心理医生，因为我自己也看过心理医生，我觉得1周1次 ，OK。说的挺爽的，然后哭的也挺爽的，然后出来之后，我依然还是得面对那个问题，所以我自己内心里面需要有一个就是定海神针，它来支撑我。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幸运的，就是你们在更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是的，你妹妹继续说，你是怎么就是最后找到了？等于说是自救，对，还是怎么找到的？对，怎么找到的？自救？对，是因为当时我们在这个 Kamati House 里面。来了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双胞胎女儿，然后呢，进来的时候就说：“哎，请问你们还营业吗？”因为当时是大概4点钟的时候，下午4点钟的时候，你说吃晚饭有点早，那吃午饭又太晚了，他们就问说：“你们还营业吗？”我们说：“我们营业的。”他们就进来了，然后呢就给菜单，正常的就是 serve 客人嘛。看着看着呢，他们先问了一句说：“哎，你们有5星吗？你们这些菜都包含5星吗？”我们说啊，有些是有的，有些是没有的，然后就把没有5星的给他指出来，然后他们看了一眼说，哦，很好哎，很不错，很多。然后他又问了一句说，你要确定里面没有5星的哦，你有5星的话，你告诉我们没有关系的，但不要骗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说，哦，这个肯定是没有5星的。然后呢，就这么，因为就是吃素的时候，就开这个素餐厅的时候，才慢慢的理解到说。吃素呢，首先要分有很多种分类，有不吃海里的那种素食，他是吃其他肉和蔬菜水果，他不吃海里的是一种素食，你不吃红肉的又是一种素食，然后呢，你不吃所有的肉，吃鸡蛋和牛奶的是一种我们称之为蛋奶素，是现在最多的这种素食，也叫 vegetarian。然后呢，最后的话呢就是叫 vegan。它是不吃任何动物制品，包括蜂蜜、牛奶、鸡蛋，然后只吃素的一种。那么更严格的呢，就是像汉传佛教，他们会吃一种叫不吃5星。那5星的话呢，其实就是葱、蒜，葱的话是也包括洋葱，然后蒜，然后韭菜，然后还有一种叫。印度的一种香料，因为当时其实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印度来的，然后印度有一种香料也是，然后还有一种呢也是一种蔬菜，然后就是这5种呢也不能吃。然后呢，他们当时来的那一家人呢，他们就是非常严格的吃素 vegetarian， 就是有鸡蛋、牛奶或者蜂蜜这些动物制品，但不吃5星的那种素食者。对，然后呢。我们就确认了说没有了之后呢，他们就吃完之后结账的时候就说啊，你们做的太好吃了，然后就想说其实别的店其实很少有素食餐厅注意到就是5星这个问题，因为像西方他们吃素只是为了保护动物嘛，当然这种发心也非常好，但是对于像修行来说的话，5星他们是不知道是什么，也不能理解的。那么像他们就说，哎，你们怎么会就是做到这样不吃5星呢？我们就说哦，是因为我们就是因为以前家里呢有学过佛，然后知道说有而且其实因为跟南天寺很近，有师傅会来，然后就想着说，那万一如果师傅们他们不吃5星，那我们也要准备一些没有5星的东西，给师傅们吃，所以呢就有了没有5星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就跟我聊着。就我们当时就进行了一种，因为也没有别的客人，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一种交流，对，然后呢，他们就机缘到了，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夫妻俩的那个双胞胎是胎里素，什么意思呢？就是从怀孕开始，没有吃过1口5星和1口肉，到现在长到现在。那时候几岁？他们当时已经到初中了，对。然后当时就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在我的脑子里会觉得说，那你怀孕了不应该多吃点肉来补吗？对呀，你要需要很多营养啊。看起来他们的营养不良有没有这种？完全没有，他们还是游泳冠军是好像，而且真的是好像还是 New South Wales 的游泳冠军。哇，整个州的。对，他们很厉害，而且2个人就是你能看出来是有肌肉的，然后他不是那种瘦弱的，他们是非常健康的运动的人，健康的美。对，然后但是他白人吗？不是，是亚洲，是亚裔的。
是的，而且还是有游泳冠军。是的天啊，这就是真的最厉害的事情了。哦然后当时就给我震惊到了，我说还有在怀孕的时候就不吃这些，然后到出生了也一口都没有吃，还能长得这么好。嗯然后当时给我的触动很大，之后我当然是也是因缘到了，然后我就开始吃素了。我是先吃的素，没有学佛。哦，我不是学佛才吃的素，我是先吃的素。然后呢，吃素大概半年，我就突然有一天我想说，我要学佛，没有任何的原因，没有任何的什么，就是那一天我说我想学佛。然后刚好有认识就是一些学佛的组织的师兄，然后就说 OK 我要报名，然后一学就学到现在。对，就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因缘到了它就到了。其实在这之前，爸爸是学佛的，对，但是爸爸还没有影响到你们这么直接。因为其实爸爸刚开始学佛，因为他修的是家行，家行的功课非常的多，他每天早晨4点钟要起来。我和妈妈非常的不理解，我们是极其反对的。我们是极其反对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和妈妈当时是害怕爸爸出家，因为没有见过那么精进的修行人。他4点钟起来，然后磕头、念经，晚上还要上课，每周雷打不动。然后说，而且我们说过很狠的话，就是伤他心的话，就说你要再学佛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就笑着听着不说话，之后继续学佛。当时我们真的一度认为他是不是不要这个家了，不管这个家，但他又继续工作，就是对，就很矛盾。当时，但是我们就是反对他学习。其实不是他的矛盾，是你们历对，是我们的矛盾，是我们的矛盾，没有接纳他，我们没有，完全没有。所以他在家里是不说佛法，对，因为我们反感。对，但是你后来自己的，他就是突然。吃素半年之后，对，对。那你学的过程中，你觉得顺利吗？你有觉得这个好难啊？有完全没有放弃的时候吗？完全没有。因为其实我们最开始学的第一本书呢，在19年的时候我就看过那本书。当时我当时是非常不屑的，我认为这里头说的东西我全都知道，我早就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什么书啊？是索拉基堪布上师的《离幸福很近》。OK 然后它因为是比较基础的，我早就听过了，我基本上都听过了。他说第一篇就是怎样面对痛苦，他给的所有的方法我早就听过了，一点用都没有啊。但这一次再学的时候，我才发现上一次我是带着傲慢心和偏执心去看的。我认为它没有用，是因为我根本都没有看到心里去，也没有这样按着那样做，所以没有用。但当我第一次我真正开始学佛，我认真的看这本书，我认真的按照它上面说的每个字去做，我每一周的变化，其他跟我共修的师兄们说是翻天覆地，是我1个月就变了一个人。他们说最重要的是你做了，是的，践行了。对。其实我发现学佛第一点是，你要去用开放的心态去先接受它，哪怕你要批判它，你要先接受它。对。第二点就是在批判它之前先做。如果没有用，批判它完全没问题。但如果有用，其实你就捡到便宜了，也不用花什么钱，就是很。对，就只是一个尝试而已。看心理医生好贵，对呀，1个小时要220，我都还便宜一些。对，我280。这真的很贵，但是这个是不用花钱啊，你只是需要看它，自己跟着它做。那你当时具体做了什么？你觉得那1个月是你就翻天覆地的变？就是当时呢，是索拉基上师他用了一个比喻，说。其实有一幅画是它一个白纸上面只有1点黑点，那幅画大家其实最大的重点会在于那个黑点，就总是去看那个黑点，但其实这个黑点旁边有很多的空白面，那么其实我当时结合自己的经历的话，就是说我当时为什么痛苦，是因为我进入到那个黑点里面，我越缩，把自己缩在那个黑点里面。但其实我的世界是整个白布里面只有那么1点黑点，甚至小到看不见。
但当时我进去之后，我的世界只剩下那个黑点。这段话特别好。对，所以就是慢慢从那个黑点出来，你就越看越多，旁边的白面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黑点就根本不值得一提。对，这段特别好啊，这段应该鼓掌，真的是，就是你知道就他在看着我说，然后他的脸上都是那种带着光的，然后再说这一点。除了光之外，非常真诚。对，非常真诚，非常用生动的一个分享啊。对，所以我就很难想象你当时就是痛苦的时候的你是什么样，然后现在整个就是变了一个人。师兄们说，第一节课的我像是掉进了一个黑洞里，躺着了，我都没有想要挣扎着爬上来，就躺在那个黑洞里。对，如果不是看到我妹真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我的那个时候我是根本不想学的，就是我如果不是因为看到她那么大变化，我说，因为我是真的，我也是觉得很痛苦，我也经常跟她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妹妹去聊，我说我那个时候我说哎呀我不想上班，我好想去，我妹妹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话，你可以去这么做，我们不会反对。然后我就看她很淡定的给我讲，其实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是，我这么给你讲了，你是不是应该来？情绪激动的，对我说啊，我想去死，就说啊，你不要去，你应该要那个，你要真的。但是我们也很淡定跟他说啊，我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我不会反对你的，你可以去。就我看他们淡定，他当时特别想要自杀，然后呢，他会跟我说很多遍，就是我们俩，他会因为。其实我们家关系会有一点点奇怪，就是我们的父母呢，他们更像是一种局外人，我们俩有自己的关系，所以他的所有痛苦会跟我讲，我去排解他的痛苦，我们俩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当时他就跟我说他想要自杀，我就说，我那一天我就说，如果你真的决定了要这样做，而且你愿意这样做，你想要这样做，那你就去做吧，我们不会觉得你辜负了我们，或者你抛弃了我们，不会的。你如果真的想做，你就去做吧。所以那一天的时候，我也是扪心自问了自己，我是真的想自杀吗？因为你就变成最好的一个心理咨商师。对，而且因为没有扭转的方式，因为没有一个心理医生会跟你说这样的话，但是你要爱你的妹妹这么说了之后，你觉得你被接纳了，你就真正被懂得了，对，然后你才会就是安心下来再想。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痛苦的时候，因为我对我自己是很不了解的，就包括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痛苦的时候，我压根儿不知道我为什么痛苦，我只知道我很苦，苦的就很难受。就那个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是晚上的时候开始那边在。晚上的时候有个棉花机，要晚上的去换糖嘛。有一次我是陪他去过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修明圣堂里面来了几个喝醉了的人，他就跑过来跟我和我妈搭讪，然后我就不知道那一刻就整个人就恐惧到了极点。我跟他们说了2句话了过后，我直接就跑了，就直接我跑回家，把妈妈留在那。对，我直接跑回来了，就我跑回来过后我就躺在里面哭。我妈就问了，就怎么？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害怕了，我也不知道。然后后面呢，其实是知道了一个原因，就是我这个人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的一个人。我印象中的我自己一直是一个孝顺父母、孝顺爷爷奶奶、孝顺那个爱妹妹，然后对朋友都很好的这么一个人。结果到后面慢慢就撕开了自己过后，我发现自己。第一，我不是那么孝顺；第二，我也没有那么，就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爱戴那些；还有就是第三，我对我朋友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当我知道，就是当心理医生告诉我的那一刻，我就是爆发了我想自杀的，完全想自杀的这个念头，就是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自己是个这么样的一个人。你不能接受你自己是个平凡人。是个普通人，是个不好的人，完美的一个形象。对，我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对，是因为当初家里面不是说了对我爸爸学佛很反感嘛，然后我那个时候会悄悄的给我爸讲，我说没有关系，我是支持你，但其实我压根儿不是支持他的，
我只是觉得我爸很可怜。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妈妈和我妹妹吵起来了，我两边都会去安慰，然后这边说那个人的坏话，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人很可怜。其实我那个时候压根就没想到，其实我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比他们要高的一个位置，我觉得我是在怜悯他们，我是在可怜他们，然后我认为我是这么对他们好，但其实压根儿不是，这自己讲的就压根儿不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接受不了我自己，然后就很痛苦，所以就经常跟他们发脾气。然后家里面我那个时候，我妈妈到后面就我现在的时候，我妈跟我讲，你那个时候压根儿不敢跟你讲话，说两句话你就开始跟我甩脸色，然后那个我压根儿不敢跟你讲话，然后就那个时候什么摔锅或者家里面吵啊那什么，经常这都是家常便饭的那种事情。其实是那段时间你不能接受你自己，对，不能接纳你自己。对，我不能接纳我自己，所以当我妹妹说出要让我接纳，其实我听说她愿意去接纳我自己，愿意去接纳我，而且我妹妹很坦诚的告诉我，就说，她说你其实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们都接受你是不完美的人，就包括那个，其实我们家第2次的经济危机是我一手造出来的，我一手造就出来的，也是我自己抑郁的导火索，也是我造出来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怪我，就是没有一个人怪我，所以到后面来慢慢做素食，做这些，真的，其实我觉得我的变化跟我们店的素食改变是一点一点改变的，因为从这个素食开始来做的时候，包括以前的厨师啊，还会带肉进来煮啊。然后到后面我也不理解啊，我那个时候我和我妹妹也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做素啊。因为当时这个餐厅呢不是我们开的，我们是接手的这个餐厅。对，这个以前是有老板的，然后我们是从他手里买来的这个餐厅。所以开始的时候是把那个店的以前的员工都接纳过来了，结果那个店就发现以前问题很多啊。结果我们发现我们一点一点改了我们的菜单，从以前还有什么有5星都不知道啊，到现在就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是5星啊，那些什么，到现在把所有的菜单慢慢改成了就是连牛奶都不做了过后，就是纯 vegan 不含5星的过后，就是我感觉这个一步一步改变是和我包括我妹妹的变化是一步一步来。我们改了一点点，我们好了一点点，我们改了一点点，我们又好了一点点。对，然后到现在是完全改完了过后，我感觉我们整个人已经就现在这个样子了。妹妹刚刚本来这个嘛，先吃素半年，对，这突然间像学佛一样，对，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其他人也一起这边就吃素之后的，你们一起的，他们原本没有这个学佛，也后来慢慢因为吃素学佛，或者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因为我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我是在这边做了半年了过后，然后我就出去，我去 悉尼 City 做了1年，在外面自己干。然后自己住嘛，那个时候做了1年，那个时候也是完全在荤食餐厅干，然后就完全就是想吃肉就坐在店里面也是随便做啊这些什么的，就是其实是有一天的时候，我们那边来了一位师傅，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边的师傅，就是他来了过后，他在那个我们是一个 shopping center 嘛，那个小的food court，他那边逛了一圈过后就跑过来问我，他说你们这边可以做素食吗？但是我是开始这边已经有了经验了嘛，我就知道说如果是师傅的话不能做，而且就是你的锅做过肉了过后，你也不能100%保证是刷干净了的能给他做。我给师傅说，我说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因为我说我不敢给您保证我们的锅和我们的水锅这些是100%没有刷干净的锅，没有肉的这些。而那个师傅说好的，那没有关系。但因为我那时候在前边做前台，我看到师傅在food court里面绕了一圈了过后都没有找到吃的，然后师傅就走了。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痛苦，就是我说师傅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来到过这边一圈了过后就是找不到吃的，完全没有办法给他弄吃的。然后甚至就以前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店里面来了那些师傅来吃饭的时候，那时候马上给我们做纯素的，那边说好就给他弄纯素的，但是其实我们那个菜里面要不就是说有蒜，要不有葱，但他们完全
我们那些前台的人完全就不知道，就只是说啊，那就是不要肉就行。不要肉就行，就蛋有的时候他都不在乎，就说那炒了锅就给了就行了嘛。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像他们吃素的很多人在外面吃饭真的很困难。对，所以我那一刻我就回来了。我就回来了过后，我说我想发愿，我说我要素食，我要把素食做好，我想让所有吃素的人能够方便吃素，能够渐变的吃素，所以现在在开始慢慢把以前做的荤类的菜怎么样把它改成素食，让它又好吃，大家能接受，然后又是素的，就是这么来做，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契机。其实我那个时候也在讲，因为可能那位师傅其实就是菩萨化身，文殊菩萨化身，他专门过来度我的。就因为我在那一刻我自己就悟了，就是我想要做，因为在那个之前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做素食，而且我的想法就是，哦，那素食就是那我就不给你放了，我把这东西就不给你放了就行了嘛，就完全没有想过说你那个锅是不是干净的，你那个油是不是干净的，就这些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以前的时候。就从那之后，你就把做素食当做一件非常认真的事业来做。对，我在那个终于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对。然后在做素食餐厅的过程中，你们俩也在改变，然后你们在改变，你们的餐厅也在改变，然后相辅相成的，是的，你们就都吃越来越好。是的，真的是越来越好。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比如说有些人呢，一个餐厅里面，比如说你天天做咖啡，后来看到咖啡就是很反感啊，就是不想喝，类似等等这种天天在那边就是做一样的一个食物的时候，这很反感。那你长期在这样的时候，现在你自己对素有反感，还是非常？没有啊，我现在做菜很高兴很开心啊，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我做一餐下来了过后，大家吃的高兴了过后，客人开心，他们夸了我过后我开心，然后他们没有少吃了这一顿肉。对于很多那些如果要被他吃的那些旁生来说，对他们来说那些旁生他们也很开心。那我觉得这做下来过后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为什么不开心的做呢？这个对的。我们刚才就是大家吃的就很开心，因为我并不是吃素食主义者，但是我很久没有吃到这么香的饭了，所以我就是吃了好多。然后呢，我们的大厨就在旁边笑眯眯的。沉默的看着我们在那吃，然后我们大家都吃的很开心。其实我倒是因为我是很乐意，就是出来了过后做好了，我特别是这次上的不是新菜嘛，其实我很乐意出来，就是大家可以给我各种的建议，我接受，就是你说咸啊不好吃，然后或者是各种问题，您都可以随便讲，我很愿意，因为说白了，其实我做厨房的话，其实第一是我是半吊子出身，因为我是直接跳过了什么切菜的那个阶段，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店里面突然一下缺厨师了，我一定要去顶上去，所以他是从服务员顶上，对，然后只给了我1个月的时间，要我从前台就直接变成厨师，所以我那时候开始10点半上班，我住在 Meadowbank， 我是7点半起床，起来了过后先去店里面要颠半个多小时的锅，颠完了过后我把档全部开完了过后，在10点半开始做，然后晚上11点钟过后再下班，然后再回家。第二天早上又7点，我坚持1个月，就1个月时间一定要把这个锅颠会。我们那个时候老板也是看到我这么做了，我才说，要不我们俩合作来开这个店，就觉得我还是比较有那股劲儿，愿意做下去。但是那个时候呢，其实那股劲儿，其实因为没有支持点，没有相当于没有做，没有像没有柴火一样。对，你不知道做这个为什么。对，我那个时候只知道我有一个手艺好，学好了那一刻。好像就那个柴火唰点完了，然后整个人就变了，就没有动力了就。但不像现在我在这边做的时候那么有动力，有目标感和使命感，对，还有意义。对。有意义的话，做很多事情，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重复的做，所有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做。但是如果你有目标，你觉得在这里面找到你的意义了，那就不一样了，对，是吧？对，因为以前的时候在店里面就做肉食店的时候。最讨厌干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午和晚上开饭，来吧，我要吃这个，又要做，不然又累了一天了，还要让我给你做，烦死了，就那个呀。现在那不一样了，你要想吃什么，都给你做。就是店里的员工，如果要吃饭的话，就都得靠他嘛。想吃什么都原则，只要店里面有材料，都做，我都愿意去做。就是做饭的那种心态完全不一样。
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后面也有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好，就是后面的时候就是他们讲的嘛，就是说其实你每次做的时候，你边做的时候你可以念点什么，念观音心咒啊这些，然后做就说我把我念的这个回向给吃饭的所有的众生，然后说这个饭的味道，他们说其实吃了他们说哎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哈，他们肯定不一样。念过了后那个饭的味道啊，他们说是好像是感觉不一样了。这一点我也有一个想法，就因为有一些呢佛教徒啊，但是他们慢慢做的时候，事业的时候做一些事业，佛教和一些事业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慢慢会变性啊，变性的意思就是说啊，要为了照顾更多客户啊，像去宗教化，明白吗？就是等等那种想法。那甚至呢，有些在讲堂里面干脆不放佛像了。我是不接受的啊，这些。但是一般的商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肯定是也不太宗教化是可以的啊。但是基本一进来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是非常明确看得出来啊，这个是什么学佛的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了啊。对，这个有没有影响你的生意啊？是你可以这样做吗？这样的话，大家客户的反应是怎么样啊？没有，其实我第一就是很庆幸的，就是说第一就是吃素的客人，大家的心性上面其实是会比就是吃肉的要好很多。这我不是那个，因为我是更能包容，对他更能包容，就是因为我是在肉食店和素食店都做过的，而且是前台厨房我都干过。就是我在做肉食店的时候遇到的很多客人会让我不想去服务的，就是我到后面我也就有点厌烦了那种的。但是在素食店，就是我可以打包票的说，就是我做了这么久，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客人过来刁难我，这是真的，我没有遇到过一个客人是过来刁难我的，就跑过来说你这个饭怎么，你为什么要这么炒？这个饭为什么那个？然后你怎么要这个样子做？或者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就直接说啊，你这个饭里面有那个，我要退钱，有蟑螂，有那个，对这个，这边就是会遇到过，就是说里面会掉了头发的一些什么，但是客人他会说，哎，你过来，我悄悄告诉你一下，这里面有头发，你下次记得要注意，不要放进去啊这些什么。然后是我会主动过去说啊，我给您退了啊，给您这，而不是客人过来说你凭什么这样，我要给你退钱，然后就有的时候会什么，就是吃完了的，告诉你就把所有东西全部吃完，告诉你这个不好吃，我不要给钱，就直接就走了的。就是第一是这个样，是那个客人的包容性会强，然后第二呢就是发心吧，我看还是因为其实相当于就做成这个样子，我们也是想法就是希望进来的人能够和佛法结缘，就包括我们这边会放这些书都是免费结缘。其实我们做饭的目的，第一是想让大家吃素，第二是想让大家能够和而且结缘。结账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抬头看一眼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因为我做前台的时候，有极多的客人会说，哎，你们上面那是什么呀？是卖的吗？是画吗？是艺术品吗？什么就会问。对，已经有客人还买过了我们这边小唐卡。对。但是因为特别是像阿弥陀佛，而且所有的佛像都是见解脱嘛，所以这个是，所以为什么要在设立佛堂在收银的后面，也是有一个这个用意的。然后放的歌呢，也就是说这边是我们也是明确和前台有讲，就是不允许放流行歌曲，然后最好是一直就喜欢放律宗，对，因为就是闻解脱、见解脱，对，而且就是如果客人觉得不舒服，他可以就哪怕他看一眼，其实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好的。他哪怕就进来了，跟他说啊，我不喜欢这个氛围，走了，没关系的，因为他已经看，对他已经看了，就包括我们各种方面，就是这么做，就是想让他们哪怕进来就是看一眼或者听一下佛乐，对我们来讲都是很好。对，所以就是而且就是一个祝福，对，就是祝福，对，所以为了让自己到后面自己的发心也不变，所以我说我要坚持去，对，要让自己的发心永远也不变，就是保持这个样子。我就是为了这样子去做素食，所以我会坚持去学佛学下去。太好了，特别好，就是因为你们是我就见的
为数不多的，就是挺能安在当下，然后呢，从你们的就面相都能看出来，就挺轻松的，没有说是，因为我们现在见了很多人都很着急，很着急，然后你能够感觉到他憔悴，然后眉头紧皱，就是能感觉到就是他好像有很多压力，但实际上我知道经营一个餐厅也会有很多压力，你们现在生活中依然肯定也会有很多压力，但你们俩就气场不一样，因为学佛，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学佛就是一个保命符，我学了佛就不会有灾难出现了。但其实并不是的。对，学佛我们学的是什么？是面对这些灾难、这些困难的一种方法。但是呢，看不很高兴。对，我经常说。这个讲《金刚经》的时候，这个度一切苦厄，对吧？对，度一切苦厄的意思不是免除痛苦，而且是面对痛苦。对，但是你已经讲完了，所以以后我会可讲的。一点就是因为确实，我现在生活中依然会面临痛苦，抑郁症它依然会复发，对，它是一个生理上作用，我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对，但我不会再痛苦。对，那你现在怎么跟抑郁症相处的？我都不需要跟他相处，因为他出现大概5分钟，因为我知道我察觉到有了之后，我就会有，比如说像念咒、念圣号、我有很多功课要做的，所以就做功课，他大概10分钟最多了，他就自己就不见了。就你察觉到他了，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走了啊。那刚才堪布听了2个年轻人的故事，您是有什么？其实我今天是我们荣总频道的名义来跟你们专门就是聊天除此之外呢，我是今天是一个听众观众再加上呢，其实呢，我本身觉得上次我来的时候呢，他们一家人我们一起就是分享他们的故事的时候，觉得非常感动，非常精彩。那个时候呢，我也没看到您，就是这个哥哥他在。但是呢，没有想到你们的口才这么好，讲的真的非常好。这个故事本身我知道是很精彩，但是讲故事的人的那种讲故事的能力，完全超越了我的想象。这个是对我们这个听众来讲、观众来讲非常重要的。对。所以呢，我其实没有想要说什么，因为这个更多的年轻人，希望能够学习佛法，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直希望这样，但是有一个前提，我也非常愿意承认现实。如果学佛对现实没有帮助的话，如果对生活没有帮助的话，凭什么我们叫他们学佛没有这个资格，没有这个能力了。对。但是第一个呢，你看他们分享了他们的忧郁症呢，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也是他们学佛了，帮助到他们，救了他们。对，再加上呢，他们24个小时工作的环境里，他应用了，让工作变得乐趣，自己的一个乐趣，非常有这个有趣的一个事情，非常有这种这个欢喜心在里面。佛教的用词吧欢喜。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而且你看他接触了很多的这些客人，他们的包容度，他自己呢做过婚事和术士各个环境前台后台都做过一个事情的一些亲身经历，其实是有说服力，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数据来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有说服力的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说明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来讲的话，我希望也就是更多年轻人知道你们的这些经历，因为我们如果跟大家说年轻人学佛有好处，不一定，但是实际上有好处。哪怕是心理智商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学佛是免费给你心理智商对呀，那一般外面的，而且还能解决问题，对，非常非常昂贵是啊，那凭什么是不学嘛？这个其实是精神来说都真的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我最后想这个抢你的工作，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所以你们虽然因为很多学佛的人，不是外面的人，听到大家要学佛，尤其是年轻人学佛的时候，他们会抗拒，有另外一个原因。学佛之后，他好像要变成一个很长的时间，就像你们的爸爸一样，从早上7点到4点要做功课。其实这个是我是非常认同他的这个你爸爸的这个做法。但是同时呢，
我也非常要清楚的要告诉大家说，不是每个学佛都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到这个程度的。不是我学佛的时候对对就没有。对，所以我没有说功课的比较才是活泼的、比较灵活的、按部就班的一个做法才是真正学佛。对所以你们两个是怎么做这步？我先。你你先简单的说一下。好，你现在的功课和学佛的这种一个节奏。因为我现在已经学佛1年半了，那我最开始的半年我是没有功课的，我只是需要去看书，然后听课，没了。而且其实当时在课本里就有讲说，我们在家修行人是有3个责任的，第一个是工作责任，第二个是家庭责任，第3是修行责任。并不是要让我们在家修行人把工作和家庭，就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女儿，还是一个妈妈，还是一个儿子。但是你的爸爸也其实是只是积极起得早而已，所以实际上只是起得早，他有工作。家务全是他在做，他做饭，他洗衣服，他拖地，他还做功课，没有任何影响。周末还要带我们出去玩，对，他周末还带我们出去玩，所以是没有任何理解的问题嘛。是的，是我们自己的理解问题。但其实学佛，而且首先第一学佛它不痛苦，因为功课它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个像他那种功课，是因为家行他的功课是这么多，对，但别的其他一般学的对是没有那么多功课。家境是后来的一个选项，对，是后来的选项，而并不是最初学习的一个选项。对，而且都是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学，也可以选择不学。对，并不是所有人要求你去做这件事情，而我们其实最多就是只是说看书，上面说了什么我就怎么做。就比如说，就是最简单一个就是自他交换嘛，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用。最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换位思考，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这并不需要我们花费什么心力去做。我也是，其实功课量真的，特别是我是刚刚结束半年的第一个课程，那个完全没有功课，就是我自己的要做每天起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加的，包括念那个普贤行愿品啊，念那个华严祈祷文啊，还有那个金刚萨埵心咒和观音心咒，这些是我自己后面慢慢学了过，我觉得他对自己有用，我自己慢慢加上去。其实很多师兄他们是完全就没有，其实就是1周时间看一次法本，看一次那个传承，听一次传承，然后听一次法师宝道，你就回来了过后就大家跟着一起讲了一次，就交流一下，交流一下就结束了。没有任何的那个，就包括现在我是刚刚开始学入行论，这边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每天1000遍观音心咒，这对10分钟的事情，早上起来早起10分钟，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就该干什么干什么，然后也不是说你学了佛了过后你就要求你完全断掉什么，你就七情六欲，只是没有，就是不许玩游戏，不许看电视，不许看视频。我其实现在我除了这些过后，我晚上的时候我一样在，我喜欢玩游戏啊，我一样在玩呀。是的。但是就是我不妨碍我学这些东西，我完全不妨碍自己的任何的那个，对啊，所以完全不用害怕。因为其实我也是学，就是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幸福的根本是心，你心里面怎么想你就怎么去做，那你自己就幸福了呀。是，对呀。所以就是完全不痛苦啊，这个。这真的非常好，就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把学佛想成一个太大的一个事情，对，就可能可以就从小处做起。对，而且学佛并不枯燥的。你要看那些上师们讲，就像堪布讲的也很有趣。其实很多上师讲课都非常有趣的，他们会，而且甚至会讲到说啊，某个科学家说过什么，然后把它对照着佛学来讲，并不是说佛学就是佛学，科学就是科学，并不是，他们是相对。对他们，特别是我们这半年的时候讲的时候，其实那个课本上面的时候，基本上上师很少在用，就是说，就前面部分的时候，很少是说啊哪个经里面主要是什么，他主要还是说，就是说，他说除了讲经的以外嘛，他会讲说啊这个科学家用这个怎么给你解释，特别是就轮回那一篇的时候，他就讲那个美国的科学家对轮回是怎么解释的，然后那个然后就是包括爱因斯坦。对，是什么？那就说你可以不信佛，那这些科学家你说的，你信吧？科学家不信，医生的话你信吗？医生的话不信，
老师的话，你信吗？那就是大家都是按照这个来讨论的，就不是说让你说一定要说你学佛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只是说上师讲的，就是那就上去说只是佛经啊，对，只是佛经这些，就是科学家们也是承认啊，对，老师、医生、科学家，对，那这在我们眼中这些就是名人，那些都是很聪明的人。那这么聪明的人都去，而且是很科学的人，对，很科学的人，他们都去探讨这些、讨论这些，那你为什么不去？就只是了解一下。对呀，对，而且我们不会强迫你说你来了过后，你必须要把这个给学完，或者说你必须要相信轮回，对，你必须要怎么样？最开始如果你不相信也没问题，你迟疑都没问题的。对呀，对，只要自己内心里面有觉察，然后自己能够让自己的心安定下来，这就是第一步。对，这样子就会让我们远离一些烦恼。对，会的，是。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这么真诚的分享啊，就特别真诚的分享。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哦。